嚟嗰啲物大家嘅，咁啊場咧感覺咧。今日咧我就嚟到觀塘啦，嚟觀塘做咩咧？就同大家睇睇觀塘消失的戲院。而觀塘最有名嗰間戲院咧就係寶星戲院啦，就喺呢一度。佢係1965年開業嘅，係有1400幾個位。開幕第一部戲咧就係七彩闊銀幕嘅歌唱片《姜拜堂》，由南紅、梁醒波、靚次伯等主演。開幕嗰日咧，哇勁咧，請咗好多紅星嚟剪彩嘅，包括有丁浩啦、于素秋、任劍輝、李香琴、張英才、鄧碧雲、蕭芳芳都有嚟嘅。寶星戲院咧係屬於邵氏嘅院線嘅，咁咧我哋就會見到好多邵氏嘅戲就喺度上畫噶啦。喺1996年咧就變咗寶星娛樂城，咁喺裏面咧就有間 UA 寶星，UA 寶星咧就分為兩間迷你戲院，就共有咧就692個位嘅。咁喺2002年就結業，依家咧就空溜溜咯。嗱，呢一度咧就係以前嘅銀都戲院個位置啊。咁佢1963年開業嘅銀都戲院呢係左派戲院嚟嘅，咁佢有1440個位。咁首部放映嘅電影就由夏夢主演嘅《三項御妹劉金鼎》。1964年嘅10月1號，戲院裏面咧就發生爆炸，炸傷咗2個人。喺6、7暴動嘅期間，有一次喺9點半嘅戲院完場之後，防暴隊就衝咗入去，撕爛晒裏面所有嘅大字報，並聲稱搜出一啲武器同埋宣傳品，兼吊銷咗銀都嘅牌照。之後銀都就復牌啦，但佢仍然咧扮演左派嘅中堅角色，上左派嘅戲，包括《智取威虎山》《劉三姐》都係喺呢度上映嘅。銀都機構咧就曾經出錢拍過一套《老港正傳》，係由黃秋生主演嘅，講黃秋生係銀都戲院裏面一個放映員，戲院裏面嘅剪接室啊或者天台都係佢哋嘅主要拍攝場景。喺1990年改建為2廳嘅迷你戲院，座位係共有1244個。喺2000年呢就改為1廳，得返呢440個位。去到2009年呢就結業，依家成棟大廈都拆埋啦。嗱，大家見到呢個仁愛教會呢，以前就係富都戲院嚟嘅，富都嘅前身就係觀塘戲院啦。觀塘戲院呢，就喺1970年開幕，又有1600幾個位。觀塘戲院初期呢，屬於邵氏院線嘅。開幕嘅電影呢，就由李菁主演嘅《餓狼谷》。開幕嗰日呢，就有邵氏影星李菁啦、李麗麗啦、羅烈、岳華咁就嚟剪彩。富都戲院係1979年由觀塘戲院改名而成嘅，座位係減為462個，主要呢就係播映新藝城嘅戲。喺1981年4月21號就話有發現計時炸彈，200幾個觀眾就臨時要緊急疏散。富都戲院門口咧就有好多小食檔嘅，我有好多啲觀塘嘅老友話俾我聽咧，門口有啲炸雞翼
同埋炸雞髀係超好味，不過我就未試過嚇。咁我哋經營到2004年就結業，依家改咗呢，就基督教仁愛教會。嗱，我哋依家見到呢個大閘呢，就以前戲院嘅大堂入口嚟嘅。嗱，由戲院行落嚟呢，見到呢度就有間士多仔嘅，士多仔隔離呢，勁啊，有間桑拿浴室，就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，記得訂閱同撳鐘仔啊！